雲林的火金菇季正式開始了，其中華山地區的火金菇大爆發，講1分鐘會當看到300隻的火金菇。雲林火金菇季正式起果，華山地區的火金菇數量開始變多，讓遊客感覺真水。今年的營況比去年有好一點，巔峰時期1分鐘的時間內，大約應該300隻跑不掉。導覽員除了帶民眾去看火金菇的水，嘛會解說真儕種的生態和棲地如何營造和保護因，讓遊客建立環境的意識。嘛進一步講，因的遊程有2種票券，除了生態保護費用，還有50塊是遊客會當提去當地的店家消費。在禮拜6跟禮拜日，就是你只要撿菸蒂跟寶特瓶，就會有送那個桂花樹苗。然後4月25，我們也有辦一個小型的那個市集。總幹事嘛講，為了賣受膠料生物，因的生態遊程每一場攏有人數的限制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